消息，好消息特大，好消息！落水的勇士稳住，复活的机会来了。看到我手上的宝箱了吗？在后面我们还会获得复活池再次试炼的机会，我在那边等你们。 勇士们可以通过试炼重新充电，再次踏上战胜恶龙的冒险之路。期待你们的表现，唐老师，走吧。走。3、2、1。哇，第一次用这个技能，真的感觉到有点不适应啊。确实，第一次有一点晕传送。哎，但没关系，有这么多的勇士和我们在一起，信心倍增。力量试炼，智慧试炼，面对道路的分岔口。 勇士们将如何选择呢？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试炼呢？勇士们，请就位，力量试炼现在开始。这是一场体力、毅力与耐力的终极比拼。 抱住吊装别落水，坚持到最后的勇士即可复活。我觉得阿玛纵这个做法是最聪明的，他跳得很高。如果大家一起滑落的话，他可能会最晚一个落水。当然了，起跳虽然高，但并不见得最后他是赢家。我现在更觉得他们3个兄弟像是考拉3兄弟。哦，考拉，哎呀，对。现在看看哪只考拉首先掉下来。 等一下，有人坚持不住了。公牛首先掉下去了。再看这边4来卷3木，哇，在展示自己，哇，这是啄木鸟吗？我是真真正正感受到了不服输的男人的魅力。现在很多哔哩哔哩的观众老爷们在一起看得是目瞪口呆，哇，他们竟然能坚持这么长时间，太棒了！阿瓦宗还要稳住，坚持到最后。 来坚持！哇哈哈！虽败犹荣，我觉得是。哇，恭喜4.3木！作为一代，我在锻炼他，我在把他的极限逼出来。2代是给机会你们，冰箱赢了分我们1份。 哇！哇！第一个落水的是辛小萌，这样辛小萌也解脱了。啊，这个天比较热。我发现山城小栗旬他的姿势跟我们想象中的有点不同。 哦，他并没有说是用双腿交叉的姿势去稳住自己，对，而是用自己的肌肉和设施的摩擦。现在他开始微微的颤抖了。这时候他也采取盘龙抱住法。没想到陈子明是真的很稳重。哇，陈子明核心力量非常强。 哇！山城小栗旬率先坚持不住，恭喜勇士陈子明在力量试炼中挑战成功。